郭永幾時返嚟啊？冇咁夜瞓喎，注意休息啊！最怕被問到幾時返，其實唔止人情債未還。對話框正在輸入，字打咗又刪。未歸家的日子錯過很多期盼，如玫瑰的盛夏，大螢幕剛落畫，如何能繼續熱鬧，吸引到閣下？團圓節若是能輕易擁有，誰願意拒絕再港灣逗留？從城北搬到城西，502到702房，最重要 family 一切都幸運，見到4對同堂，樓梯間再係星空燈，樓頂可以望風箏，陽台擺住阿嫲張凳，對面窗台嘅盆栽追上白雲，媽咪抱怨老豆啲花草太野蚊，仲要買越多，唔係睇電視就打麻雀，額頭嘅青筋越老越多，應該都去公園踩單車，身體要鍛鍊先有益，跟住問我大城市係咪好刺激，以後仲需唔需要去求職？為咗了解我日常動態，佢哋有電有打 call， 抽到甚快，下咗 APP 向兩個 ABC， 將兩個靚照 read 掉發朋友圈晒。親戚改口 yummy yummy 係 reaction， 博住下面平路生個大拇指，老豆叫我喺出邊揀咗呢行就要堅持做落去，唔使掛住屋企去享受舞台樂趣，勇敢啲麻煩啲都唔拘嘅沉落去。不過佢哋吩咐我冇捱太多夜，錢要慳啲使，得閒送啲禮，記得講多啲多謝。輕撫我，晚風藏住心裏話，故鄉的夢可否為了我留下？孤獨的遊子正在四海為家，眼前這光景真的屬於我嗎？每次放假都喺嗰度瞓，過年少不了電熱氈，回南天會乾嘅枕頭枕，成個人黐立立，到處濕嗒嗒，買餸翻嚟都要拖地溫爛布抹個台，唔識搖頭，個風扇仲未退休，唔怪得收買佬唔停，直接走。最唔啱咁生已經無法留喺人前，佢生到1米8，有時都幾牙刷。舊年高3畢業，哥哥同佢講道理，話永不放棄你嘅只有家人。我諗佢慢慢會明，以前嘅爭吵不過係最細嘅疤痕。輕撫我，晚風藏住心裏話，故鄉的夢可否為了我留下？孤獨的遊子正在四海為家，眼前這光景真的屬於我嗎？When are you back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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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l me when are you back? When are you back? When are you back? 下次幾時？心裏話，故鄉的夢可否為了我留下？孤獨的遊子正在四海為家，眼前這光景真的屬於我嗎？自己管理好自己咯，我哋唔喺你身邊照顧唔到喎。